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今日是1月19。士师記2章1節到10節。上主的使者對吉甲來到蒲金，對以色列人講：我予恁對埃及出來，帶恁來到我對恁的列祖立誓應允的地。我捌講，我甲恁立的約，我永遠袂違背。恁嘛毋通甲這所在的居民立約，就拆毀因的祭壇。恁竟然毋聽我的話，恁是安怎安尼做？因為安尼，我甲恁講，我無要對恁的面前甲因趕走，因要成做恁的對敵，因的生命要成做害恁的羅網。上主的使者講這話了後，以色列眾人就大聲啼哭，因甲迄所在號名叫蒲金，因佇遐獻祭予上主。約書亞解散以色列人，因就轉去家己本着的家業，佔領遐的土地。約書亞活地的時，人民服侍上主。伊死了後，遐的親目看到上主為以色列人所做偉大的事的長老也活地的時，人民猶原服侍上主。上主的僕人頓的囝約書亞死，享年110歲。以色列人把伊安葬佇以法蓮山區迦實山北邊的亭那設立伊本着的土地。迄代人攏死了，後一代的人起來，因毋捌上主，嘛毋知伊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佇一代一代信仰的傳承中間，咱是毋是有堅固咱的心，也傳承佇咱的後一代，互因知影上帝佇咱的家奇妙的作為。耶穌聽你，賜你平安。